美国攻击伊朗的行动要前5天，因为川普讲已经甲伊朗对话，不过伊朗国会议长否认批评美国乱放风声。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欧洲少年所有犹太人受到报复，伦敦就有一台犹太医疗组织的救护车，予人放火。韩国的电子入境卡系统甲咱列作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若是国唔回应，就会甲韩国改作南韩来反制。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继续来关心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展，是要谈判，还是要继续拍？美国甲伊朗是一个讲好话，一个讲本理，各人讲各话。美国总统川普讲，华府甲伊朗的高层谈判，伫咧核武、核姆兹海峡等等议题是已经有共识啊，而且伫咧5日以内就会当来达成协议。不过，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这个负责谈判的高层就是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本人是背回讲根本就无这回事，批评美国伫咧乱放风声，就是为着要操控市场，甚至佫强调讲伊朗是一定会来处罚侵略者。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卡利巴夫伊嘛是川普政府即马长咧评估的人选，未来敢有可能会成做合作的对象，也甚至是伊朗新的领袖，这拢是关注的重点。中东的局势一直在变化，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48点钟的最后通牒是向国延长到变作5天的观察期。关键是川普对外表示讲，他们伊朗已经起好对话桥。So the discussions took place yesterday. They went into yesterday evening.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We'd like to make a deal too. We're going to get together today by probably phone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find a country. 但是这言论后，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大骂讲是假新闻，伊批评美国是为着插足金融和能源市场。但是根据 CBS 引一个伊朗高级官员证实讲，美之间确实是有中人摕美方的15项共识在斗桥，但是还未到坐落来谈判的地步。对这北京嘛是真低调，要求各方保持谨慎来等待正式的宣布。另外，美军这边嘛做好准备，虽然讲川普要讲伊无要派遣地面部队，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2500个美国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暗算会伫川普第2个开放荷姆兹海峡期限的27左右到中东，加入目前已经驻伫中东地区的5万的美军。And if it goes well, we're going to end up with settling this. Otherwise, we'll just keep bombing our little hearts out. 另外，英国的皇家海军联合驱逐舰和全世界上大的航空母舰美军的福特号，把伊拢出现伫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苏达湾海军基地。根据报道，美英2国的军舰所落来要去的所在，拢是东地中海。福特号因为进前舰顶的洗衫房导火烧，即马当地维修。另外，英军的联合驱逐舰会当看到人员当地装载弹药。针对外界好奇讲，美国这边和伊朗的谈判对象到底是啥？川普敢若讲，对方是一个伊认为上受尊敬而且会当严正的领导者，但绝对唔是唔知影是生还是死的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A top person. Don't forget, we've wiped out the leadership phase 1, phase 2, and largely phase 3. 即马嘛传出川普政府当地评估潜在的合作伙伴，也是讲就是后一任的伊朗的领导人，未来无排除美国和伊领导的伊朗政府会达成亲像未来瑞拉的协议。其中一个热门的人选传出是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中东发生战争，油价大起，日本唔但国内的民生物品起价，就连即马烟花贵，拢有可能因为燃油价格加悬，造成机票变贵，航班出现变动，致使这背起日本的游客减少，冲击观光。粉白色的花蕊一直开，日本东京上野公园几摆烟花大道，虽然开较无5成，不过游客也是手机摕起来一直伫翕，记录春季才有的美景。日本即将迎接樱花季的到来，民众外出外食的机会变多，但受到伊朗局势的影响，日常生活也开始出现变化。搭配烟花季，公园内有日本各地的美食，请人客交关。不过业者虽然面笑笑，也是会烦恼。日本进口的石油95%拢中东地区来，其中百姓爱经过荷姆兹海峡运送，即马石油供给面临困境，日本的汽油价上大起，物流业成本增加，影响扩大到民生消费品，也有以石油做原料的塑胶制品等。資材の運搬等でやっぱガソリン使うのでね、そこでやっぱ燃料がもう倍以上の値段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が大変なところです。石油の問題で
ジュースのカップだとか焼きそばを入れるこういう容器だとかそう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だんだん値上がりしてきますしもう10個とか20個単位じゃなくて1000個とか2000個単位でやっぱり仕入れますのでやっぱり結構お金がかさみますよね。对外国游客来讲，燃油价上大起，机票恐惊变贵，欧美旅客去日本佚佗，航班原来受影响。我跟我太太，我们策划就是来东京这边度蜜月旅行，当然会担心，而且飞航公司如果临时加价之类的，那也可能会更改行程也说不定。Go back to Spain, we have to go to Abu Dhabi. So then our flight was cancelled. So we have to, the airline postponed our trip for 2 more days. 虽然日本政府为着稳定油价物价，开始释出独臂石油，以过8000万桶，创下史上上大规模。不过专家讲，这不是久長的做法。1リットル170円をめどに政府が補助金を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日本が持っている石油の備蓄というのは250日ぐらいですよね。8ヶ月分。もし長引くんだったら、これを大事に使っ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政策的にはもしかしたら、補助金を出してガソリンの値段を抑えるんじゃなくて、ガソリンの値段を上げて、需要を落として、この備蓄を長持ち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伊朗战争安全发展也充满变数，中东的情势看起来真远，煞一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公司国际记者是祝福日本东京报道。因为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伫咧欧洲是小连续传出有犹太人受到报复。伦敦就有一个犹太医疗组织的救护车互人放火，引起犹太居民的不安。英国首相史凯尔嘛谴责这款反犹太的犯罪行为。警方在发生放火事件戈尔德斯格林有封锁所，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亲身到现场巡视，了解这反犹太受婚犯罪事件。根据警方调查，事态属于犹太非营利医疗组织哈泽拉的救护车原本停在犹太教堂附近，23透早向互人放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出动6台消防车、40个消防人员到现场拍火。调查发现，救护车顶悬的钢板发生爆炸，地区附近公寓大楼窗仔玻璃被浸破，虽然无伤亡报告，不过这针对犹太社区的攻击事件引起居民的不安。I think, given the current anti-Semitic sentiment, in the country in general, it's probably not come as much of a shock, but it's obviously something very sad. 这针对性的攻击，互当地居民是真紧张。中东的主流媒体半岛电视台记者想要伫现场采访时阵，所讲围观的犹太民众爆发冲突。目前，伦敦警方认定放火事件是反犹太受婚的犯罪，不过由反恐部门主导调查。今次其画面已经锁定3嫌犯。反恐情报网站赛特指出，这家伊朗革命的武装团体由访人民伊斯兰运动讲是因发现，这团体甲过去2礼拜比利时甲荷兰的犹太教堂攻击案有关系。2005年10月，英国曼彻斯特则发生反犹太攻击事件，迄时阵造成2个犹太人死亡。伦敦市长表示，服务伦敦居民的犹太志工遭到攻击，目前是伦敦黑暗的一天，表示全条扎接幕后的黑手。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来关心2件事故，先来看美国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有一台客机下落来时，是去弄到一台消防车，造成2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已经找到飞行记录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这是上先互大家看的画面，是机场的监视器翕的。就是航空646班机启动着消防车的时阵，真惊人的画面。根据所摕到的地面和空中通讯录音的内容，会当听出管制人员本来是同意消防车对事发的4号跑道过去，但落尾紧急喊停，所以已经未赴来阻止悲剧的发生。Stop,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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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ck 1, stop, stop, stop. Stop, truck 1, stop. Stop, truck 1, stop. Del 2603, go around, runway heading 2000. Jet 646. Jet 646, I see you collide with a vehicle here, just hold position. I know you can't move. The vehicle's responding to you now. 因为代志发生了，是机尾摔伫涂骹。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的调查人员必须伫确定现场安全无问题了后，才想办法甲机尾锯开，才当提出关键的组成通话记录器 CVR 和飞行记录器 FDR， 这都是大家平常时咧讲的乌鸦仔。There i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ebris from taxiway Delta across runway 4 into some other areas. It's pretty expansive.
外电报道指出讲，流出来的通讯内容，技术陆续有航管员伫代志发生的时阵讲出气了这种话。NTSB 强调讲，一切拢搁要查证先卖黑白药。We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but we need to be able to verify that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it to you. We will do our best to provide you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tomorrow. 半岛英语新闻网访问的前任运输部和 NTSB 的官员指出讲，美国各地机场因为伤过无用，造成航管的空客量超量，这已经是真侪年的老问题啊。最新的估计是，即麦欠的人是超过3000人，目前搁要面对国会两党的预算问题，拢无法度达成共识，造成航管监管的空客无法度运作。另外，伫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是拉瓜迪亚机场地面和航空管制人员交班的时阵，上班的人力搁比正常的状况减一寡，这感觉和事故有关系，拢搁要等调查人员厘清。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镜头换来看哥伦比亚，一台军机起飞了后无偌久，那像是因为发动机导火失去控制，规台上落来，上无66个人死亡。军方已经排除受到攻击的可能，会搁调查事故的原因。事故现场规个如苍苍，军机的残骸嘛断几来截。这只原底一平运兵任务的 C130运输机飞无2公里就发生意外。事故地点附近的居民就表示，迄时飞行机飞甲有够低，已经要卡着涂骹，而且佮看到倒边的眼镜曝火光。因为迄时飞行机顶悬有载足侪官兵，还有物资，飞行机摔落去了后，发出真大的声音，互附近的居民拢惊一跳。Sentí unas explosiones de un avión que venía, una explosión en el aire ya cuando miré el avión que venía ya cerca a la casa de mi parcela, venía ya casi arrasando el suelo y ya venía en ese momento un motor prendido, el motor izquierdo. 灾难发生了后，附近的居民无顾虑到飞行机顶头的弹药可能会爆炸，拢赶紧冲去失事的地点提供水，还有急救。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特别普文感谢这居民救别人的囡仔。也纳空军目前已经调一只 C130医疗专机，还有 UH-60乌鹰直升机，加100多个人桥。受伤的人送去首都波哥大的军事总病院，嘛伫咧现场建立临时的诊所。军方表示，已经初步排除非法武装组织攻击的可能。空军司令部表示，这架编号1016的运输机伫咧飞进前，真侪检查拢符合规定。不过是安怎会伫咧飞了后发动机倒火，要搁进一步鉴定。De igual manera hemos enviado un equipo investigador para empezar a determinar cuáles son las causas de este siniestro. En este momento no conocemos detalles, salvo que tan pronto despegó la aeronave, sufrió algún problema y se precipitó a tierra más o menos a un par de kilómetros desde el aeropuerto. 目前，空军、陆军相关的技术专家已经入去失事的现场，针对发动机的残骸还有乌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来厘清这摆的事故真相。也那这摆的事故，嘛，互足侪人在讨论讲，军用的运输机年龄愈来愈大，还有维修的预算无够等等的问题。公司新闻，戴维仁编译。中国透过各种手段来吸收咱的阿兵哥漏涉军机，监察院对国防部提出纠正，嘛认为讲法院对国安事件实在是判伤轻。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已经推动修法，加强爱国教育，嘛会加重罪行。中国渗透台湾的手段愈来愈侪种，中调案正做国安的工棚。偏欧防卫指挥部一个新出的上司，2011年透过网络借贷，扣中国情报工作人员城去泄露军情。另外，中国也佫叫强标人士利用算命卜卦吸收现役的军人。监察院提案纠正国防部，讲军方保管机密文件、甲治安的防护并无落实。国防部长郭立雄2时回应，会推动这项修法，落实保防工课甲爱国的教育。包括对敌人为效忠的表示，或者阴谋投敌的这些，我们一方面把太阳增加，然后一方面加重刑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配合国安法13条，就这个涉案的这些军事官请领退休金的权利那可以剥夺。监察院嘛清点最近这几年违反国安法案件，判决的刑度平均是31.4个月；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案件，敢若24.3个月，甲欧美国家来比是差12.7倍。显示法院判国安的案件是判了伤轻。针对这点，郭立雄讲，军事审判法的修法正在进行，会赶紧送立法院审议。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案在立法院
也期待要通过，希望朝野一起来支持。咱若各方特别条例进行审查，不过条约版本差伤济。行政院版本提出6年生产20万架无人机，打造飞航供应链。咱若纳白版本并无甲包括在内。国立兄认为讲，美国未接受国民党3800亿加恩的版本，各界关注最后若是通过纳白版本，行政院敢会采取唔附属，甚至声称实现。通过政院版1.25兆的全套的完整的必备的整套的特别预算、特别条例，那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那如果这样的结果，那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往前进，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这一次，如果我们的军购特别条例锁定在对美国买的武器，第一个对美国交代，第二个聚焦，不会失焦。他写法就会让军购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他把很多条款写死了，他把项目写死了，然后民众的版本甚至把金额写死了，这个都会影响到军购。咱若国军甲美国买66架 F-16V， 面临9月延前的情形。前一日有好消息，国防部副部长徐树谦去美国见证头一架飞轮机完成验收飞行的测试，有机会伫9月份飞转来台湾。不过原定今年全部交会这个目标，国立香港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进前表示讲，台积电等等供应商是已经无法度满足因对晶片的需求，按算要家己来做晶片设厂房，有股是要开200亿到300亿美金，嘛有讲到要伫咧台湾来找人才。不过，受专家认为讲，这恐惊是无遐尼简单。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因为台积电供应商晶片供应无法对照特斯拉爆发性成长，身为执行长的马斯克宣布要启动 Terafab 晶片制造计划，同时要在台湾找人才，找10年以上经验的高阶制程整合人才。年限够，当然肝是值得付出的，对啊，如果够，一定是想去的。应该要开个什么500万才有机会吧。马斯克的这个晶片制造计划，找 SpaceX 甲 xAI 合作锁定2奈米晶片制程，希望会提供下卡企业所需要 AI 晶片。如果初期建厂成本要200亿到300亿美金，生产晶片主要支援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甲超级电脑、甲资料中心。这工厂每年要用支持高达1太化运算能力，年产差不多1000亿到2000亿粒晶片。不认为它能够顺利的用高薪挖角到人才，就算挖角到人才，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量产2奈米。专家分析，台积电是2奈米晶片的龙头地位在。特斯拉将来毋捌设置营运大型晶片厂，最近半导体业毋若说出马斯克要起晶片厂，个别点关不了供应问题。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已经盘点10项中下关不了供需情形。行政院长也表示，电源未起，下卡未囤做关键，政府先就调度很好，平分供应链地区。供需的部分，我们去说服的这些上游的，就是说出口的部分是暂时比较少，优先供应给国内。价格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成本价格现在国际间比较透明了，那如果价格要涨的话，是不是要合理化不要过涨？经济部长表示，以价顺来讲，因为中油尽量少已经向民间调货，希望下下卖囤货。若拄到欠原不了爱调货，会使大于窗口敲电话，政府应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的唱片海霸进入生团季节，就万这海霸为着争地盘互相竞争，吸引真侪游客来观察甲欣赏。有足大体型、大片仔、高足红声的唱片海霸，当咧晒日头。美国加州的新年州立公园是北美上大的北唱片海霸生态区加保护区。若到寒人，拢有几万只的唱片海霸爬起哩海沙堡生境，也是伫遐烧蒸地盘甲水母。也若迄个时阵，拢会吸引万外游客来遮。These are elephant seals, and it's pupping season right now, which will go from the middle of December through the end of March. Most elephant seals come back to the same beach where they were born. They don't all, but most of them do.
解说员带游客伫海蛇保护链，伊甲游客小解，唱片海拔伫19世纪初期险险啊灭绝，因为迄时人类敢若想要为因的身躯揢着足侪肉油，就凊彩掠、凊彩抬，一直到19世纪末，墨西哥和美国政府才甲因列做是保护动物，才为迄时30到60只领，到即马有25万只。3 different times when we thought they were extinct, but there are about 250,000. There is a genetic bottleneck because they're all coming from that same 30 to 60. But so far they're doing really well and we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解说员讲，因为港的唱片海拔A男性荷尔蒙是所有食灵动物上悬的，所以因若到岸顶，敢若想要拍种、冤家、食物件，也若因冤家方式是用轻砍烧弄。嘛，敢若上强、上高派唱片海拔才有拍种的权利。It's like awe-inspiring, and you just wonder how do they mov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They look like they'd be so slow, but they're like quick and big, and they're like honking and making noises. 较细只唱片海拔体重敢若34公斤，不过因会一直甲家己食好肥，因为港的唱片海拔体型愈大，代表愈有竞争力。敢若是体重的增加，可能就平母的加5倍。不过，这嘛互因较会互养鹅、鲨鱼发现，增加互人食的风险。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泰国有一种鲨鱼叫做百文鲨，已经强要绝种啊！科学家透过人工培育来协助因生团，结果甲野放，希望会当增加族群的数量。长长的尾溜，圆圆的头壳，身躯顶也阁有真特别的花草。这是一只大尾虎蛤，虽然伊是鲨鱼，啊，毋过个性真温顺，主要是食金马、虾仔等细只的动物，对人无威胁。毋过，因为伊定定甲其他的鱼仔做伙互好起来，加上栖息地去用迫害，目前已经强要绝种，所以泰国的科学家、海参馆也有政府单位做伙呼吁。We chose the leopard shark because they do very well breeding in aquarium, but they do not really do well now in the wild. So why not take the breeding population that are doing well in the aquariums and release them back into the wild so that the wild population can recover? 毋过要野放一只鲨鱼，迄流程是真够工。鲨鱼出世了后，会先伫海参馆生活差不多1冬，续来放送去海参中心做训练，互因知影要安怎伫外口找食。上后壁是送到海边的人内底适应海水的环境。ขั้นตอ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ช็คอัพสุขภาพค่ะเราเลือกใช้การอัลตราซาว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ได้ส่งผลต่อ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ของมันมากขนาดนั้น伫咧野放了后，嘛是爱定期追踪，伫鲨鱼的身躯顶会有标签，会一直发出声音，互保育人员知影鲨鱼过了敢有好。就是因为过程非常的够工，所以旧年敢若野放7只大尾虎蛤。伫咧未来，科学家嘛希望会使运用更较侪政府部门的力量，毋但推进保育的工作，嘛希望讲会使做伙保护大尾虎蛤的栖息地。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